亲爱的家人们，找到你的位置来就位。我们的铁三角呢，在前面呢，把空位置来补上。好，那我们的交谊厅，大家看到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话想要问候哈，充满了温暖。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喜乐的来敬拜他。我是邀请每一位呢，从我们的座位上起立。我们是一群有福的百姓。当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在忙碌的时候，然而神他就定了礼拜天，让我们认识神的人可以好好的善用这礼拜天的日子，来到神的面前。礼拜日就是祝福日，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的，就首先蒙福。阿们吗？阿们。所以我们是有智慧的人，我们也是一群神所赐福的人。那我们要开始敬拜的时候，牧师邀请从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渴慕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把我们的双手举起来，双手举起来代表的是我渴慕圣灵。我本是软弱的，我能力不足，但是我渴慕更多的圣灵内住在我的里面，让我的心是充满了盼望、阳光、喜乐的。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也邀请你内住在我里面；圣灵，我也邀请你内住在我里面。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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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它运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圣灵正来到你的身旁，圣灵对你说他看见你了。圣灵也对你说，孩子，在这个礼拜，在最近这个时间里面，你辛苦了，也许在你的工作上，甚至可能是你的健康有受到一些的影响，但是圣灵他说他知道，并且他深知道，他要安慰你，他也要医治你。所以把你所有的担子全然的卸下，圣灵他要对你说，全然的交托给圣灵，他必顾念你的所需。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用主耶稣祷告的主祷文，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今天呢，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要在这里受洗，要来坚信你。我们先用掌声来欢迎这些我们的新家人，要进到我们的永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新的早晨。当你相信这位神的时候，神的心事就在你的身上来发生。阿们吗？所以我们一起来宣告说，我的神是信实的，我的神是信实的，每天都是新的日子，新的力量，每天都是新的日子，新的力量。我的信心不动摇，我的信心不动摇。把我们的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好了，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向他来宣告。中所有
求什么，只要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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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大家非常熟悉，所以我需要你们站位置开一点，你可以稍微到走廊来，我们用更大的舞蹈，肢体更热情来赞美神，阿们吗？阿们。我邀请你跟旁边人说，我想要看到今天你有突破的赞美，我想要看到你突破的赞美。我们从副歌来看一次。2、3 Go！ 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在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我们将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神是征战得胜的神，阿们，阿们。让我们喜乐，继续喜乐，献上赞美祭。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可奇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让我们述说你恩典，
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当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基督的意愿，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里，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里，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里。所以当我们开口赞美神的膏油就永留在这里，阿们。海路亚，我们将我们掌声归给神，海路亚。感谢主，海路亚。我相信当我们开口的时候，我们全人全心都喜乐起来，阿们吗？阿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察觉到，当我们在那边开口敬拜时，我们其实同时与全世界各地不一样的教会一起来敬拜，这是多么喜乐的一件事情！不是只有，就光是永和地区就不只有我们一间教会在这里敬拜神而已，有好多的教会一起同时来敬拜神，一起来将荣耀归给神。因为这位君王是荣耀的君王，他配得我们的赞美，阿们吗？阿们。因此，我们要来宣告耶稣是圣洁的。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这地。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只有向神来开口，来赞美他，来敬拜他。更多，来高举
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那能彰显着你，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和善那归于至高主耶稣。弟兄姐妹，我们得救得恩，乃是因为这一位为我们定十字架的主耶稣。神差他独生爱子，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神他是配得尊荣、配得赞美的。阿们吗？感谢主，在这个时刻是我们祷告的时间，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那属天的大能，我们充满了信心，因为我们的祷告，我们话语就带出了能力，就带出了应许。阿们。所以我们现在要特别为我们在这几周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的桌游幸福小组，我们推动了桌游，我们每一个小组总共认领了1148位的 best 的朋友，也就是他还没有来过教会的，有这些我们每一个人所认识你职场的、学校的、家里面的亲朋好友，我们都为他们提名了。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来到教会，但是当我们纪念这人的名字，这人就被神所恩待了。阿们。所以这个时候牧师要邀请我们要来 RPG， 我们要为了我们的 base 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健康，来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们能够做得很好的，因为我们是代祷者，我们是分赐者。阿们。好，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我们2个人，然后会的来带不会的，我们来 RPG 的祷告。首先赞美，然后为了新朋友来祷告。好，右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的灵充满，运行在这当中。主，我们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站在这位置上。主啊，这是你的信实。主，你是荣耀的，主，你是没有瑕疵的神。因此，当我们祷告为妹子的祷告的时候，主啊，这每一个人都要因着你的祝福纪念，他们要进入到你的灵里面，他们的家要得以改变，他们的身心灵要得以更新。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祝福神必听见，他喜悦我们为人祝福，哈利路亚，为不认识的人来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能彰显这里，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
弟兄姐妹们，刚刚我们的祷告当中，神要应许你的祷告，你阿们吗？阿们。你为谁祝福了，神就纪念那一位，你阿们吗？阿们。我们要用着我们的信心，看见那看不见的真相，就是神亲自成就。阿们。阿们。所以当我们提名这些人来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从天而降的祝福那一条线就已经连接上了。哈利路亚！这就是神他说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把这爱要传出去，把这爱要传递出去。阿们吗？我们把我们爱我们的神，我们再次将掌声归给他。哈利路亚！谢谢主，把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受洗还有圣餐里面，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这里，让我们用诗歌敬拜他，把荣耀颂赞归给他。我们相信他就把平安、喜乐、福分赐给凡相信他的人。阿们。你是相信他的人吗？愿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举行圣礼典。那今天我们有一位要来成人洗礼，有一位坚信礼，也有一位是转籍接纳。我们要请这三位来到台前。第一位是成人洗礼的廖伟南弟兄请来到前面。坚信礼的有叶于飞姐妹。转籍接纳的有杜玉梅姊妹。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圣礼典就是洗礼和圣餐，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他在升天之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对渴慕救恩的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所以今天我也要对站在台前的你们三位说，你们必须相信，你们若真实的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主耶稣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典就要成为你们的罪得赦的记号，又表明你们是得圣灵重生，而与基督是连结在一起的。今天你们有要成人洗礼的，有坚信礼的，有转籍归纳的，我们感谢主。特别是坚信礼的，就是于飞在小时候就由妈妈带到主的面前来受洗，所以他今天长大成人了，要自己来告白宣告他小时候接受的洗礼。那今天也有从他教会转到我们永光教会的玉梅姐妹，她愿意委身在我们永光大家庭，一起成长，一起服侍，来传福音。
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圣礼典，你们都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和永光教会的家人。所以我们要请洗礼的、坚信礼的、转籍归纳的我们请跪下来就直接跪在这个上面，对，就跪下来来告白你们的信仰。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好，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阿们。所以请伟南继续跪着，请两位来站起来。好。我们是要为廖伟南来受洗 ，OK， 好。廖伟南，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靠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阿们。请会站，来，请站。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请弟兄姐妹起立。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愿意委身在基督的身体永光教会。我奉靠教会的头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永光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至于幼儿洗礼的，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他们已经借着坚信礼进入到神的家里面，可以领受神的救恩福音的杯。也愿神亲自坚固余晖的信心，让你们在这里一同享受从神而来的恩典，并且成为家祝福的管道。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以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他们，恳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坚固他们，以你的恩典赏赐给他们，使他们连结于基督，而得着主的充满，永远在你的里面。遭遇试探的时候，保守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打美好的胜战。愿你的能力扶持他们的软弱，保守他们安稳在你的爱里，使他们能够一生一世来服侍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我们要请牧师跟小会的长老，我们来握手，来欢迎接纳他们。你们欢迎，你会欢迎，维南欢迎你。OK。
请3位向后转。好，要来把证书颁发给各位。杜玉梅哈，叶辉，廖伟南，来，这是给你的。这赠送给他们的就是神的话语，世上最宝贵的书，神的话语。好，再来，接下来我们的小组呢，他们有很丰富的礼物要来送给他们，来，请出场。哇！阿们，哈利路亚！真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哈。这位是玉梅，玉梅是在哪一个小组？桂林小组，挥手一下，桂林小组。哇，有新的成员加入到我们的桂林小组。那玉梅呢？在这段期间呢，她感受到永光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小组长的爱，所以她愿意在这个教会委身，一起跟我们走向未来生命那丰盛的道路。阿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玉梅成为我们的家人。大家都认识于飞吗？青少年哈，是他自己决定这个信仰是他的，不是从母亲而来的而已，而是他说这是我的天赋，所以他也愿意用这样的坚信里表达他已经长大了。接下来他生命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他也愿意依靠神来带领他未来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得见他未来的生命是充满了兴盛、结果子，阿们吗？结果子的生命。好，这是我们的伟南，廖伟南。那你请问你的姐姐在这里的姐姐是什么名字？廖丽安。看起来跟丽安有点像，对不对？哇，很帅呢，很帅。在伟南他呢，2个礼拜来，然后他决定受洗。等一下会有一段的故事，我们留着等一下。那是非常非常让我们感动的地方。神怎么样拣选他？神怎么样让他在这短短的时间，他愿意相信这位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也成为我们在座很多人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来照相。好，我们来照相哈。好，那我们的长老，好了，那牧师在中间。好，都在哈 ，OK。好，来我们看前方，站。好 ，OK， 好，再一次热烈欢迎，好，请回座。所以他们从现在开始呢，如果人家问你，你是属于哪一个教会的，你要怎么说呢？我是永光教会，永光教会就是我属灵的家，阿们。接下来我们要来守圣餐。今天我们邀请全世界最美丽的女牧师潘春冕牧师来主持圣餐。周牧师他主持上一餐了，下一餐换我来主持。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伟南还有玉梅、于飞，他们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洗礼，再次的坚定他们的信仰。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跟他们一样，都同享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家人的美好关系。因此，我们要来领受主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圣餐，就是按着
在保罗所教导给我们的，在耶稣被卖的那夜，耶稣与他的门徒，耶稣呢跟门徒在一起，耶稣就拿着一块饼，他拿一块饼给他的门徒，对门徒说：“这一块饼是我为你们献上的，是我为你们献上的。”耶稣他打破这个饼，他说：“这是我为你们献上的，所以你们当以此来纪念我。”之后，耶稣又对门徒拿起了杯。耶稣他说：“这杯是上帝与子民的立约，而这杯乃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所以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以此来纪念我。”所以吃这饼，喝这杯，这杯表达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饼所表达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宝体。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我们都要如此来纪念耶稣。阿们。我们请我们的长老来服侍。等一下，我们拿到这个2合1的圣餐的时候，我们先拿在手上祷告，牧师会一步一步来引导我们来领受圣餐。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当我们拿着的时候，我们来祷告。主，谢谢你，我是一个罪人，照着人原本在罪恶当中是要面临死亡的审判，但是耶稣基督因着你为我钉十字架，救赎了我一切的罪，不论是思想的罪、性格的罪、人看不见甚至是自己所不知道的罪，种种的罪都在我们的生命日子当中来缠累我们。然而耶稣，你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就在你的里面得了洁净，也得了永生。感谢主赐给我们主耶稣你的宝体，你的宝血，我们也愿意以此来回应主，我们是属乎你的，在这一生我们属乎你，直到永恒，我们要到天家，我们仍是属于你。谢谢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拿到这2合1的圣餐的时候，这代表着神，代表着基督，他与我们同在。当你吃它喝它的时候，你一定要纪念他。在这圣餐里边，神他的话语是真实的。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来到我这里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因此耶稣他说，
神赐给他的人必与他同在，他也必与你同在。是，所以耶稣在你的门外叩门，你愿意开门邀请耶稣进来的时候，耶稣他说：“我与你，你与我同坐席，并且我总不丢弃你，必与你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不论你在哪一个地方，圣灵都与你同在。我们把这最上面的薄膜把它剥开，我们就会拿到这片白色的无酵饼。好，你拿到的拿起来给牧师看。如果你还没有受洗，那你就等以后受洗了，我们再来领受。所以已经受洗了，坚信你都可以来领受。好，请我们来领受主的爱。第二个是把蓝色的膜轻轻的剥开，里面是葡萄汁，也代表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好，那我们现在来领受。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是的，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再一次纪念主耶稣，你要再来，并且你要来救赎我们。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盼望。在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永光教会里面与主同桌同领圣餐。主，我们知道这是你属天的灵粮降在我们当中，不仅我们领受了，直到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总要纪念耶稣基督你的爱，并且将我们的爱继续来爱我们的家人，也爱我们自己，也爱其他的邻居朋友。因为主你所赐的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在我们当中。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来请立安，我们要来请立安来见证。刚刚呢，我们多了一个新家人，对不对？伟南，廖伟南是。那伟南呢，他在这一次的信主的确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圣灵的安排在这个其中。那牧师呢就把这个时间，我们来听一听，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的里面有什么样奇妙的故事正在发生着。这是天国美好的事，在这当中，我们欢迎我们的李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3周之前呢，我还到永光教会来参加母亲节的庆典。那没想到短短的这21天，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今天就让我来跟大家诉说，在我的家庭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廖黄素月是我妈妈的名字，她一直很喜欢，她总说她的月是喜悦的月。而我也发现素月它就是主喜悦的神子。在5月14号的晚上，妈妈无预警的一边看电视的时候就这样子离开，没有前兆也没有病痛。直到今天6月2号，一起来听一听这20天的神迹奇事。这是我们家的3姐弟，妈妈的 DNA 也在我们3个人的身上。姐姐认真做事，中间是弟弟勇敢负责，而我在最右边活泼热情。郑婷帮我按好了。在2015年的10月11号，我受洗了。而那个时候呢，我一直知道有属天的福分就要在我的身上。
我要紧紧的抓住神。那个时候我也知道说一人信主全家蒙福，但我觉得这件事离我非常的遥远，因为我们家全都是道教的信仰。那我也觉得只有我相对的有更多的正能量，是比较适合教会的。在2019年1月5号，我在教会举行了婚礼。那我在受洗的时候，还有教会婚礼的时候，妈妈都来参加。妈妈一直觉得教会是很好的，即使她也是属于道教信仰，她觉得怎么神都把最好的给了我。那时候我跟妈妈说，我也想要把最好的给你，但是妈妈总是说，我是廖家的人，一切都还是要以你爸爸的意见为主。结婚的时候，所有的亲友都来了。那个时候我在台北没有举办婚宴，我希望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到教会里头来，让他们看看这个信仰是有多么的好。在去年的12月11号，我从高雄带着妈妈住在新庄，带着妈妈到教会来做扩香石的圣诞布道。那时候妈妈很开心，也因为妈妈慢慢的年纪大了，我感觉有一些忧愁在她的心中。她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知道她有担忧。她也许担忧死亡，也许担忧日子越来越孤单，也许担忧她自己的身体走下坡。但是我只能用很空泛的言语鼓励妈妈说，不要想那么多，慢慢都会越来越好的，身体放轻松。潘牧师很热情的接待妈妈，也鼓励妈妈可以常常来教会，甚至鼓励妈妈可以受洗。妈妈依旧是说，我很想来，但是可能等我先生走了以后我会来。她这样子的应允牧师。我的2位妈妈，谢谢我的属灵妈妈潘牧师，我觉得她总是与我的喜乐同喜乐。在我结婚的时候，她这样子的服侍我的婚礼；在我哀伤的时候，与我同哀伤；在妈妈的后事的时候，牧师也很有智慧的来引导我们。5月15号那天一早，我就从高雄来到了板桥殡仪馆。那时候我妈妈的大体在板桥殡仪馆，我在冰柜看到她完全是熟睡的面容。在我妈妈和爸爸年纪大的时候，他们曾经告诉我姐姐说，他们的后事就是想要举办联合公祭，然后直接速葬，因为他们觉得不需要在身后事上面花那么多的费用。于是我姐姐那时候就直接告诉我说，我们赶快去服务处登记，然后赶快选一天我们要一起做联合公祭。那个时候我就跟姐姐说，我想要让妈妈不要跟其他的人在一起，但是因为姐姐平常也是爸妈的主要的联系人跟照顾者，我不敢违抗姐姐的旨意。牧师他很有智慧的也来对姐姐诉说，然后牧师也去看了妈妈的在冰柜里头的大体。牧师对妈妈说，苏月姐，你放心的去吧，你放心的跟耶稣去吧。而我也在妈妈的大体那时候对她说，妈妈希望耶稣来接你，我会在这里好好的。后来我邀请周牧师和潘牧师一起到我家去安慰我爸爸。爸爸那时候因为伤心过度，因为家里就只有他发现了妈妈，而他却发现他无能为力，所以他那个时候的心情非常的沮丧。后来牧师也引导姐姐，告诉姐姐说，他看到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整齐干净，可见妈妈是一个很喜欢有一个干净的人。那也许我们在家的房间都是干干净净的，那妈妈的最后一程也应该要让她在一个干净的舒适的房间，然后很从容的很优雅的完成她人生最后一场毕业典礼。后来姐姐她就答应了按照基督教的仪式来办理。姐姐那时候也跟我道歉说，是她没有想太多，因为她纯粹只是觉得赶快把事情做好，可能妈妈跟爸爸都会很高兴，爸爸的悲伤也可以赶快的消除。在这段准备告别式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已经2年没有见到我弟弟了，因为他都是在除夕跟大年初一的时候在家，那我可能是初2或初3才回去。他自己的工作也非常的忙碌，甚至我们的感情应该说是不好也不坏，不冷也不热。我们2个相差5岁，在我国中的时候他才读国小，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读国中，我去外地读大学的时候他还在国小跟国中当中。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跟弟弟有点熟又不是很熟，但就在这2个礼拜，我们3个人的感情突然有了突破式的进展。
我们开始有很多时间可以一起聊天，一起回顾妈妈的好。有一天，诗慈还有嘉玲还有志豪来到我家，安慰我爸爸。那个时候我爸爸讲一讲，我爸爸累了去休息了，然后弟弟可能觉得他也可以聊聊天，弟弟就说那他来讲个笑话。他就说他记得他小时候学的第一句英文就是 You are garbage， 就是你是垃圾，而且那句话还是我对他说的。对，当时的他笑了，然后大家也都笑了，然后我也笑了，然后我那时候还得意洋洋的说，所以要学好英文啊，不然别人骂你你都不知道。然后呢，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会骂弟弟那句话？原来是弟弟那时候国中要考试了，他也不读书，还在那里看漫画书，所以我就对他说了那句话。但是等到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安静的想一想，我忽然发现我很糟。就是我自以为是我很厉害，就是我比别人会读书会讲话，我就用这样的话语来伤害别人。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去弟弟的房间，无预警的我就跟他道歉说，对不起，我不该说那样的话，我很自以为是，我不知道那句话你记得那么久，那样伤害你。但是弟弟说，没有啦，他只是觉得大家都在，他可能想讲一个笑话，让大家轻松一点。但是我认真的跟他道歉，我说真的很对不起。弟弟那时候有点错愕，也许他也有点感动吧。总而言之，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们的那个不冷也不热已经火热起来了。感谢主。后来弟弟也跟我说，那我也要跟你道歉，因为某一件事情他把口香糖粘在我的头发上。然后我还大叫，跟我妈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头上有一个口香糖，我妈还拿剪刀来帮我把那口香糖剪掉。后来那天晚上我们聊了2-3个小时，在我印象中我们从来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聊到他的婚姻，聊到他的工作，聊到生活的不容易，聊到我为什么来信主。虽然我们还不是基督化的家庭，但是在处理妈妈的告别式中，我们3个小孩各司其职，十分的合一，一句吵架的话语都没有，甚至连音量提高的状态都没有。他们虽然在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主，但是我们却能够彼此服侍。5月19号，牧师跟我说，请我到教会来做礼拜，他要跟我讨论妈妈告别式要唱的诗歌。我跟牧师打电话跟我讲，我跟牧师说，牧师，我可以礼拜1去或礼拜6去吗？我不想要礼拜天去，因为我觉得很尴尬。牧师说怎么了？我就说我怕大家就会一直要问我关于我妈妈过世的事。牧师就说，问就给他问啊，问就表示关心你。教会的人就是这样子啊，当你快乐的时候他跟你一起快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他想要安慰你。然后他也告诉我信志长老，他说信志长老更多人问他，他甚至就是那个生病的人，但是他依旧接受大家的关怀与祝福。我想到了，当我在高雄的时候，每次我跟着永光主日直播，我只要看到信志长老的声音，我就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我知道他还活着。阿门。他还能够来到教会，对，所以我知道了，我也来到教会。果然那天非常多人安慰我、拥抱我。然后到4楼的时候，那时候有幸福小组要备课，有儿牧的老师也要开会，大家都有的拍拍我，有的鼓励我。我全然的接下，也全然的感谢你们为我的关怀，还有为我家人的带祷。然后月英姐她那时候吃着西瓜，她跟我说：“你妈妈有够好的，我嘛想要跟她同款。”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边哭着又一边笑着。月英姐说：“好啊啦，来啦，来吃西瓜啦。”我跟她说：“你先吃啦，你加吃2袋啦。”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在教会里头，我们的关系才可以这么的合一，我们才可以真的觉得死亡它不是一个结束，它是一个新的开始。5月28号的告别式这天到了，其实我心中有非常非常多担忧的灵，即使我看起来非常有自信。当那个十字架的花在那里的时候，我真不敢相信妈妈的告别式上可以有主耶稣的十字架。95%的亲友都是第一次参加基督教的告别式，然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大家都感到了平安与安慰。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唱歌，但是在一首首的诗歌当中，他们都抒发着对妈妈的思念。
爸爸年事已高，可能有些歌词他也看不清楚，也不知道该怎么唱。但是我也看到他慢慢的也张开口了。我在写妈妈故事的时候，想起他非常多的美好。在家预备的时候，都还是用国语。后来等到了现场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尊荣妈妈这件事应该要让我爸爸听得更清楚，也应该要让我南部的亲友知道。所以后来我就大部分都是用台语来讲。讲完之后，我感觉到爸爸和亲友们很得安慰。在这里，我也要鼓励所有的年轻人，不要抛弃台语，那是我们跟长辈沟通的最好的桥梁。阿门。牧师一边为着妈妈祷告，为我们家人祷告，甚至对我们说要珍惜在这世上的人。这是妈妈的新家，就在木栅的永爱园。这一区叫做落雨之秋，种的都是落雨松。妈妈看出去的景致非常的美好。那天下着很大的大雨，就是在上个礼拜二。但是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呢，天渐渐的放晴了，但是也不热，还有一些小雨丝，增添了一点跟妈妈告别的气氛。也因为有一点点下雨，我们还在一个室内的休息室，能够安安静静的做一个安放的礼拜。没有受洗的妈妈，如同一粒麦子落在土里，就生出许多子粒来。在天上的，在地下的，我们都一起来领受妈妈的身体虽然已经回归大地，但她的灵永远光照着我们。而弟弟伟南，他虽然不认识神，但是这2周他感受到教会的爱。他很疑惑地问我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人可以做成这样？”明谦花了3个小时到新庄去，在下大雨的夜晚，跟我弟弟说了非常多的话。他后来知道明谦非常的忙碌，他问我说：“他何德何能可以让一个长老对不认识他的人这样做？”后来妈妈告别式的隔天，明谦大力的邀请弟弟到他的幸福小组去参加。弟弟在那里有哭泣，有欢笑，也有释放。然后明谦依然载他回家。那天晚上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要受洗了。我想在电话里面尖叫，忽然间又回到有一点熟又不是很熟，只好忍耐一下，就说：“哇，你做了太棒的决定了。”但是挂掉电话之后，整个心情激动不已，只好先打给诗词讲。基要真理课程，后来伟南告诉我说，有一天他想要受洗成基督徒，他说因为有一天他也要成为那个安慰和帮助别人的人。也许只是一个拥抱或一句温暖的话语，甚至你们在家里的代祷，我们都是成为那个安慰以及帮助别人的人。今天是伟南的受洗，那为什么他把今天留下来？因为我告诉他，我们告别式结束之后，我们今天要回到教会，因为我们要家属的答谢。然而今天就是他受洗的日子，主的旨意就是如此的奇妙，我深深觉得他充满了创意，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让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章28节。不要怕，只要信，我们都是主喜悦的神子。黄素月，你已得了主的喜悦。谢谢。感谢主，谢谢丽安的分享，让我们同得激励。这个主真的是又真实又活的存在我们当中，阿们。那我们现在就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以及第14节到第17节。我们起身来读，请。你该知道，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那时，人会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毁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没有亲情，
抗拒和解，好说谗言，不能节制，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好厌乐，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弃了敬虔的实质。这等人你要避开。至于你要持守所学习的和所确信的，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愿上帝的话常存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与力量。现在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周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牧师的题目是是非分明的信仰，请。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这时候，如果你手上有圣经，或者是举起你的右手，我们要来做宣告的动作。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溢，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阿们。好，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就不按讲道篇来分享啊，大家可以看讲道篇就可以。那牧师来做一个感动，也把这个信息放在这其中。我们感谢主，让立安能够把这2个礼拜他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You are best， 阿们。你跟隔壁说 You are best， 来。对，这是从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确信的。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我们不会看他的污点，我们看的是他的美好的。阿们。对，这也从立安他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去发现，对，神就是这样一路带领他。牧师印象非常的深刻。立安来到我们永光教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女孩子，这个基督徒，哇，非常的阳光哦，非常的喜乐。但是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他带着一点忧伤来到永光教会。但是神就透过永光教会，从信仰里面再次的来建造他，让他重新来看这份信仰对他生命的一个影响，而且他也真的活出来了。所以我们感谢主，他不管到哪里，他总是带着这福音的使命，他到哪里他就把福音传扬出去。从神给他的特别的恩赐，给他的很亮丽的这样的光辉的一个性情，让人家看见的就是神的光，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所以我们感谢主。过去我们也知道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也影响了很多的那一些的老师，让他们能够因着他生命的展现，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而神在这2个礼拜，也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他看见，因着他为主所摆上的，神也为他的家带出了神所预备的一个祝福。所以今天伟南能够在这里受洗，真的是完全是出于神的感动，是神亲自叫你来成为他的儿子。阿们。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这样一个活活的见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这个时刻，我们都可以去体会，原来基督的信仰所带给人的不是绝望，不是失望，而是在伤心流泪的过程，依然能够看见生命的可贵跟盼望。阿们。
这是一个极美的事情。我们看今天牧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段的经文，牧师把它定义为是非分明的信仰。这就是从今天保罗在鼓励他的属灵的孩子提摩太的时候所告诉我们的。保罗写这封信提摩太后书是在大约2000年前了。那2000年前的社会怎么样？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非常清楚看到，保罗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生提摩太，告诉他说，当时候的社会是怎么样的社会呢？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他说，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上帝。哇！你可以想象吗？2000年前的社会是这等的社会呢？2000年前呢？然而2000年后的社会有比较好吗？有没有比较好？刚才我所读的圣经所写的这一些不好的情事，哪有一个没在我们的社会发生呢？好像都有，对不对？并且我们说有过之而怎么样，而无不及呢？这是我们生活的现况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原来在人类的历史这样已经走过2000多年了，这一些不法、不好、龌龊的事情都不断的在重演。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怎么样？因为在这社会国家的背后有一个黑暗的势力，这个黑暗的势力是我们肉眼看不见，却是心眼可以体会得到的。我们称它为撒旦也好，称它为魔鬼也好，称它为不法者也好，恶者也好，但是它确实活生生的在运用它的权谋，在猎取这一些专顾自己的人的心，专爱自己的人，他就是完全以自私自利为出发点咯。这等人在群体的社会当中不会成为群体的祝福，反而带出的是怎么样？是一个破坏，是不法的情事不断的发生。而我们如今在台湾现实的社会里面，我们也都在看在眼里。每一天从新闻媒体给我们的都是不法的事情比较多，对不对？好事呢？没有吗？好像人对好事比较不在意，人们好像比较喜欢听那些八卦的事情，那些让人看得甚至觉得恶心的，但是好像人就是喜欢把眼睛的焦点放在这等情事上呢。然而感谢主，保罗告诉教会，告诉他的门生提摩太，告诉他说什么？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社会，这个世界是暗淡无光的，是恶者畅行的。然而教会因着领受了圣经的真理，要成为一盏灯，在黑暗当中被点亮。而你我成为基督徒的我们，就应该照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因为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在这一个悖逆的世代当中，我们祈求神让教会能够持守真理。教会是社会道德伦理最后的一个防线，因为我们的国家想尽的办法，在社会上建立了制度、法律，但是我们看，原来法律是在惩戒那不法的人，但是法律却变成那不法的人想尽办法找漏洞来继续行更不法的事情。我们也看见国家用尽很多的方式，要培育我们在教育上，让我们成为一个正直、光明磊落、诚实的人。但我们也看见，在这社会不法的情势，越有知识的人，可能做的是更越龌龊的事情。这是我们看着都很痛心的一件事情。然而在痛心疾首的时候，我们就求神给我们的教会能够继续持守诚实、正直、公义，这是教会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好叫我们得以完全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在这悖逆的世代里面，我们祈求神把那从神而来给我们真理的那一把尺，不仅放在我们的心中，也放在我们的下一代。每一代我们都应该好好传承这一份的信仰，让他们借着这份信仰，能够有别于社会的价值观，重新来看见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美好，让我们的口成为一个建设性的话语，不是破坏性的，是一个建设性的话语，常常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也让我们看见的是神的光继续照耀着这世界。当在这世界神允许在这社会有基督徒继续为这社会持守望祷告，神就不毁灭我们。阿们。神必拯救我们，好让我们在教会走出神所喜悦的道，而且成为美好的见证，成为这社会国家的祝福。愿神让我们能够明白，对，今天透过洗礼，神拯救人，神也要透过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成为光，成为盐，成为别人的祝福。在这世代当中，基督徒的你会行出神所喜悦的，是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的人。阿们。愿神祝福我们，好不好？让我们在今天，牧师用很简短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也用这一段的话，跟我们一起来勉励。这时候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用着喜乐的心，我们来回应神的话语，也回应神要我们当行的路。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喜乐的心在飞翔，穿过乌云和穹苍，星星的口在宣告，冲破怀疑和阻挡，紧抓应许向前跑，神的祝福在前方，大大张口向前跑，超不受这心扉。
在基督里就许过，一切都已更新。在基督里所说应许，一切都必成就。喜乐的心飞呀飞呀飞，飞到荣耀宝座前。星星降临，飞呀飞呀飞，带下能力与复兴。星星降临，飞呀飞呀飞，带下能力与复兴。好不好？让我们开口，我们祈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主耶稣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主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出于多说，那是出于恶者的。所以求神给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是非分明的基督徒。在这是而非的世代里面，我们用圣经的真理叫我们明白何为善，何为恶，何为是，何为非，好让我们在我们的个人自己做一个诚实的人，也在你的家，让你的家成为一个诚实的，你的婚姻、你的亲子关系当中都应该是诚诚实实的。这诚实所带来的是安全的，是祝福的，是能够有美好的传承下去的，好不好？我们开口为自己、为你的家祷告，求主给你成为一个诚诚实实的人，是非分明的基督徒。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谢谢你，谢谢你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主啊，我们祈求你，当我们要面对你，诚实的面对你之前，我们要先面对自己，我们要成为一个堂堂正正、诚诚实实的基督徒。我们也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成为坦然相对的人，让我们诚实以对，让我们所说所行的是合一的。主啊，谢谢你把这一个真理教导我们，因着我们，让我们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透过生命的见证，让我们看见你依然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事。谢谢你为我们所关心的人开启了救恩的道路。谢谢你把永光教会成为你手中的珍珠，因为你爱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面对你是诚实的，面对自己更是诚实的，也面对家人我们是光明磊落的。让我们的家成为诚实的家，成为有信仰的家，成为有属天价值的家。谢谢你爱我们的家，祝福我们的家，让我们每一个家都活出喜乐，都活出祝福来。听我们的祷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以及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知道主施恩座前，谦卑领
生命活着，生命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施恩作谢，谦卑领受生命活会着，众请起立。生命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恩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来看我们永光教会在去年是52周年，我们有一个庆典，好，我们来观赏一下。感恩永光52年，俄罗性情贯达，哇，穷啊！恍惚，我命当迷住。阿妹，我们3代合一的大师班，从在我们永光5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120几位，那这一次在上个礼拜，也大概有60-70位在这里面。所以给我们永光教会呢，有一个特别的意向，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荣耀以活力的教会，要成全圣徒，必行普世宣教。让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建立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小组不是只是一个聚会而已，乃是信仰生活的实践。因为在小组中，我们一同经历了欢笑，经历了困难，经历了神的爱，也经历了上帝的祝福。我们是以生命影响生命，一同来成长。所以你们就是我最好的老师。幸福小组我们也不断的在改变中，在蜕变中，如何能够有效的让更多的新朋友进到我们的幸福小组里面，认识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为的是要让更多的人，未信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个都是我们幸福布道的很多的不同的一个方法。培训课程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在我们永光里面，这是属于我们永光教会的产业。我们也相信，因为我们彼此的造就，彼此服侍，让我们彼此包容，彼此相爱，众人就因为这样认出我们永光人是属于基督的门徒。每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是以神为中心，敬拜使我们能够更专注在神。也就是说，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时间分别为圣，把荣耀归给神，如同我们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祭给神，这样的献祭神是喜悦的。我们教会呢是非常的乐意将各样的敬拜的经验分赐给其他的教会。我相信这是神对我们教会的命定。我们永光教会不但要成为双河地区传福音的火车头，我们也要成为我们对敬拜赞美的分赐者。我们透过 RPG， 我们可以操练我们的祷告，也可以奠定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我们的 RPG 之后的进阶版就是导读。我们透过经文，我们也看到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话语，能够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明了到启示以及神他的心意。所以我们教会因此就在执行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因此我们走在耶稣所命定的道上，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里跟主说：主啊，我们要把这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阿们。Kalbai, tua kita linjajan noa永光教会50 Saka Rosa Chavez. 아멘. 찬양 성령의 대종만. 아멘. Let all the earth exalt the Lord our God. 아멘. 把我们的掌声、荣耀都归给神，给我们这么棒的永光教会。哈利路亚。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有羽毛球赛，在秀山国小。我们的羽球队，永光的羽球队哈，我们有专业的教练来训练，所以呢，我们都可以加入来动一动啦。也透过这个认识很多的 best。所以，当你加入永光教会的时候，从小朋友到成年到松年，各样的活动琳琅满目，而且对我们真是有利。呀，掌声归给神！永光教会是充满爱的大家庭哈。还有吗？好，玉喜牧区呢，昨天他们去出游，那总共有80个人，2部游览车，有34位新朋友哦。呀，所以呢，他们昨天呢也带出一个很棒的果效出来，神也为他们预备好天气。当他们要回程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了，啊，所以神真是恩宠我们哈。好，再来。好，那这是青少年，他们到哪里去呢？他们去基隆啊，他们去基隆玩哈，是难得他们可以有一天呢，可以带他们出去走一走，他们出去走一走就放风了，然后呢，哇，大家好好的玩哈。平常也很辛苦啊，读书的人辛不辛苦？也很辛苦，所以家长们要多鼓励他们，一定要来教会，一定要参加青少年，因为在这里是一个健康的园地哈。上帝也祝福我们的青少年。7月份青少年的撼动星球在新竹啊，我们现在已经都额满了哈，所以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那我们的上过培育学校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领受过异象预言的操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干事同工呢会把我们的这些有参与过预言的还有培育学校受训过的这些，你们都要出来服侍了，要服侍这些青少年的撼动星球的营会，大概将近要为80个人来预言。之前牧师呢，一个人要预言60个年轻人，现在的牧师请我们所有的培育学校有训练过的，你都可以成为异象的预言者，阿们吗？
那个预言是带来神的祝福的哈，所以呢，你会接受到通知，你要为1号、2号预言。好 ，OK， 好，我们期待哈，很棒的服事。好，再来。好，那这是我们之前我们上个礼拜总共有7周的幸福小组的桌游，我们这一次升级为桌游小组，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小组都充满了热情玩的也很快乐，吃的也很丰盛哈。每一个人对我们的桌游都有很好的风评。好，再来。好，那这个是我们在礼拜5我们的成长班，永光教会培育学校成长班有13名来结业，13名结业。那这些成长班结业呢，他们这是初阶，然后他们要进到中阶，就是门徒班。所以呢，我们也常常为他们祷告，也感谢主。我们从这一届开始呢，每一班都有3个班导师全程陪伴。好，所以成长班的班导有没有在这里？3位。站起来一下好吗？好，我们知和，还有米粒老师，还有还有彩提老师在楼上亲子礼拜，他们3位这样陪他们10堂课，好，是，所以真的是神为我们预备很棒的教练在我们当中，所以永光人幸不幸福？超级幸福，也谢谢班导们，请坐，好不容易带完哈。好，接下来。好，那这一周我们的导读，我们的每一周呢，每一天都有圣经的导读1句话。那你的小组长有没有传到你的群组里边，然后提醒我们要来导读？好，这个礼拜的导读就是主题是试探，我们不要落在试探当中。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请。所看见的，唯靠上帝。好，这是我们的引言。然后礼拜1明天就开始有经文，我们要记得来抄写哦。你们现在抄到哪里了？年底我们要印成1本哦，就是你的另一本圣经哈。所以大家要掌握时间。小组长呢，小组之前就请大家开始抄写哈。好，那我们今天有洗礼哈，好，然后有圣餐，好，接着。好，那我们的暑期7月还有6月的航海王跟儿童的营会，我们陆续报名中。那我们呢热烈的来邀请哦，好，那再来我们的雅拿从6月1号开始呢回到永光教会来实习。好，另外我们的长职有一个进阶的训练，请我们来注意这个时间。好，那另外我们的儿牧的事工有航海王的筹备会，还有我们青少年的撼动星球的筹备会，我们都要积极的来预备，那来迎接这些参加的学员，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跟合一，所以呢筹备会呢大家都要来参加，才能够跟上这个脚步哈。好，接着。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接下来几周我们的牧区的出游。好。这一个牧区是哪一个牧区？琳琅满目，我都看不出来是哪一个牧区。好，央亲牧区哈，央亲，然后呢还有永伟，还有兆民牧区。好，这3个牧区呢，我们现在如果你有 base 的朋友，那你就可以带你的 base 的朋友。那你看你的时间，基本上以你自己的牧区来参加为主。那如果你的 base 的朋友的时间不能够的话，那你就可以跨区，然后带领他到跨区来参加。那基本上我们还是以自己的牧区为主哈。那现在都还有名额，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名额。好，我们现在只有1辆游览车，然后呢我们要2辆，所以呢我们还有几十位的名额，所以呢欢迎大家多多的来参与在我们的牧区的出游。每一个牧区的出游设计都非常非常的精心。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可以跟 base 的、跟组员大家一起出去看一看，然后呢，出去购买，这都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光哈。好，那我们热烈来报名。好，再来。好，那在6月7号呢，礼拜5晚上，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志豪、嘉玲呢，他们有一个迁居的家庭的礼拜，所以呢，弟兄姐妹时间可以的话，礼拜5晚上8点来到他们的家庭来为他们祝福。好，另外呢我们的雀燕姐昨天呢骑脚踏车在市场被撞到了，
所以呢骨头有骨折，现在在双和医院。那我们也为明珠的儿子苏维还有坤正弟兄为他们的健康来祷告。那在我们所知之外，还有可能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也常常提名来纪念他们，特别在 RPG 的时候，总是来纪念这些身体软弱的人。你的祷告，他就得着力量。阿们吗？阿们。好，那再来就是呢，鼓励呢，我们的兄姐呢，能够上我们的教会的网站，并且呢，介绍我们的教会，介绍我们教会之外的亲友呢，来搜寻永光教会，或者是呢，可以扫我们的周报的 QR code， 让我们整个教会的事工，因为永光教会所做许多的事工，还有我们铁三角我们组员的热情，这都是社会很好的资产，我们应该要把它传扬出去。所以现在透过这个媒体呢，能够多多的传播出去、推播出去。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介绍亲友，我们自己也加入，让我们整个在永光教会的我们的版面上呢，还有我们的活动上呢，更多被看见。阿们吗？阿们哈。好，再来。好，那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新朋友。好，我们的画面。好，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连先生，是不是连品清先生？有没有在这里？好 ，Steven， 非常的欢迎你。所以是慧珍老师所带来的朋友，他今天有参加家长园地，所以牧师就有认识他，非常的欢迎你，这是值得你来的教会。阿们，上帝大大祝福你。好，请坐。好，再来小恩小雨的朋友易昌好，我们先介绍这一位好了，好，再回来佩晨。好，我们介绍佩晨是立安的侄女，立安还有姐姐的女儿佩晨，我们欢迎你。你今天看到舅舅是不是？舅舅受洗，你第一次来到教会吗？哇，是上帝也要祝福你今天所看见的，让你里面呢生产出非常多的喜乐跟平安。我们再一次欢迎佩晨。你几年级啊？大一，青少年，大一，我们青少年热烈给他掌声。是，欢迎佩晨，上帝祝福你，请坐。好，再来下一位来。好，我们介绍易昌在哪里？昌义先生，昌义弟兄，上帝要因着你的名字祝福你，对，是每一个人都因着你来得着益处，因为你是属神的，是，而你本身也要发旺兴盛起来，昌盛起来。阿们，阿们，感谢主。昌义好，是小恩的朋友。好，那再来我们来介绍是淑珍所带来的朋友明雪在哪里？我们欢迎你。哇，明雪感谢主。哇，你的名字让人家看起来就是你就是生在光当中的人，不在黑暗里哦。是，所以上帝也要祝福我们的明雪。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欢迎这几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好，那我们也要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回到我们当中哈。我们欢迎我们的青少年的我们的第一代的恒宇姐姐回来。恒宇，潘恒宇好，我们看到青少年界，她就是我们青少年的最早的是大学姐。恒宇，你现在是在哪一国？在英国是，她是一个音乐家，所以呢，你现在服务的单位是 BBC 交响乐团是所以这个礼拜刚好有空可以回来，他现在定居在英国，是世界各地跑，因为都要到各地去演出。那他是在永光长大的孩子所以呢，神就祝福他
特别在音乐的方面不断的让他能够分饰啊。这个礼拜刚好有机会可以回来，他住林口，一回来就是要回到永光教会来看看家人。我们再一次，我们掌声很欢迎我们的小鱼回到我们当中。还有没有哪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刚刚那一场有一个是德国回来的，然后牧师呢跟他约好10月要去德国去汉堡探望他。汉堡哈，好，还有没有哪一国？泰国。好，牧师也介绍一下泰国的弟兄来。立伟，你站起来一下。文强有在吗？文强在哪里？啊，文强，好，这2位。文强站起来。这2位呢，牧师去小林洗发，都是他们帮我洗发。他们是小林的助理，然后他们2个是从泰国来的，所以他们会讲中文。那太深的话，他们可能不太懂，但是呢，他们已经讲很好了。他们昨天跟青少年去哪里玩？基隆，美不美？很美，哈哈。文强，你有玩到吗？他们2个就住在隔壁，然后他们昨天去的时候，怎么带一个包包？不是要带泳衣吗？他们说带一个包包，原来2个衣服都放在一包里面。他们2个住在泰国不同地方，然后来到台湾，因为在小林，所以2个彼此认识，结果2个都是基督徒。是，然后他们呢3个月在小林。然后现在呢，6月他们又要回到高雄去读建教班的课程，所以3个月要回到高雄，3个月后呢，再回来帮牧师洗头发。我非常喜欢给他们洗，在下的我们的姐妹们都可以找他们洗啊，他们的力道非常的舒服。那我们也继续为他们祷告，是泰国的孩子，然后来到台湾，来到永光，我们就看他们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爱他们，来鼓舞他们。是，所以呢，他们也要成为永光人，阿们吗？我们热烈掌声给他们欢迎。泰国的哈，好，感谢主，上帝都要祝福我们每一位。好，那我们的新朋友呢，刚刚介绍了，我们来跟我们的迎宾团队有教会的礼物要来赠送给我们。好，接下来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来彼此的祝福。好，在我们祝福之前呢，刚刚立安呢，还有伟南以及佩晨在上个礼拜呢，我们教会为他们的家庭呢帮他的母亲呢办告别礼拜，一切都非常顺利。那他们也在这边来向我们致谢。好，谢谢大家。好，向后转一下好了，谢谢大家，挥挥手好了。好，感谢主哈。上帝的荣光也在他们当中，而且刚好今天伟南的受洗也带出极大的荣耀。那我们现在用这首歌，我们彼此的来祝福。一起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好，把我们的手举起来，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高兴。好，来，我们向受洗的人，耶稣爱你哦，看他们，伟南向后转，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高兴。向左向右转，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高兴。喜乐充满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上帝用真光照耀你们，让你们脚前有灯，行路有光，并且从圣灵而来，给你们智慧能力，去分辨是非善恶，在这世上成为光，照耀世界，
也成为神祝福世界的管道，并且愿神大大祝福你跟你的家，让你们在诚实当中面对任何事都能够迎刃而解，活出神所喜悦馨香的生活，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平安。我们还看到明雅也在我们当中。明雅在哪里？她从高雄来的。好，感谢主。好，神也祝福在我们的直播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请坐。大家请坐。家人，家人。每一